来看花莲大桥哦，真有历史咯。佮因为拄着过真侪届的大地震哦，桥嘛有淡薄仔稍微，所以交通部要用24亿来重启这桥，按说3档完工哦。明仔载就要开始拆桥，买来进行交通管制。 10时开始，花莲大桥就要封起来，公路总局已经入去设管制区。附近民众虽然正期待新桥会真安全甲便利，不过嘛烦恼时间期间，附近的交通可能进入黑暗期。跨年跟那个春节一定会影响，对啊，因为这边车流量其实蛮大的，尤其是去海洋公园啊，会担心啦，因为我们常常这边往返啊，而且现在车流量又那么多。 花莲大桥是由2座分别伫民国57年甲民国91年兴建的2大桥组成的。因为伫个地震段经过2月初6、9月18强烈地震，桥梁山位已经无法度修理。考虑大家的安全，交通部特别开24亿重建。封闭之后，先将一带桥，就是南下的桥梁，先做打除，来做新桥的一个新建。 之后所以会把北上的这个桥梁变成是单向双线的一个通行。花莲大桥是连接华东唱国甲汉华线，施工期间一定会对台11线的居民甲产业造成影响，尤其是春节甲连续假期会搁较窒，是不是需要规划到外外大桥分散车流，还需要研究。 依照这个公路总局他们的规划，交委的措施必须都要经过这个大会报来同意，所以我们也呼吁这个民众要密切的注意桥梁的这个管制的方式。公路总局是讲，花莲大桥新桥总长595公尺，宽度24.8公尺，用更上牛形形式设计。未来新桥南北桥面拢有双车道，也加基慢车道、人行道，一定伫115年9月完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